后来继续要来讲，外岛的医疗资源真正是真欠缺。像这个金门，敢若一个皮肤科的医师，早起8点开始来看诊。金门的乡亲为着要抢60个名额，有人透早6点就来排队。大家嘛拢会照步来，先来的就甲健保卡放伫个诊所的门口，一张来接一张，嘛将做一个用健保卡来排队的奇景。将近20张的健保卡，都安尼放伫个涂骹，还佫排几排，唔惊人偷摕去，敢若惊去有风吹走去，而且佫用这砖啊、甲石头、甲地咧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间皮肤科的诊所。太夸张了吧！这健保卡排队是免去放咧就走的，还佫爱乖乖排好势。排20几个。要排好，要排好。这间是金门唯一的一间皮肤科的诊所。虽然卫福部金门病院有皮肤科的门诊，不过只有拜一才看诊，大部分的民众也是走来诊所看病。8点开门，不少人6点外就紧用健保卡排队啊。我们小金门坐6点半的船，6点50就来排了，现在排队了。下早60个看诊的名额，下晡暗时是各30个。虽然无亲像都会区的诊所，真侪拢会当用手机啊 App 挂号，不过大家伫诊所外面，亲像伫家己的厝内开讲有讲有笑，也佫会帮忙看过健保卡，这嘛是偏乡医疗中真特殊的景象。